比较看这两鸟暗光的时阵，常常出现，所以夜鹭就是叫做暗光鸟。32这只叫做山暗光。咱来比较看这两只鸟伊的外形真正是差不多同而且呢，咱讲的31这只暗光鸟伊伫夜成鸟的时阵，就是伫鸟豚的时阵伊的毛草的色水甲迄个黑冠麻鹭差不多是有个共色，所以有当时互人看下迄分袂清因为黑冠麻鹭较接伫较接伫迄个山边特别是山边迄个有水田的迄个所在常常出现这款黑冠麻鹭，所以才会有山这字叫做山暗光。这款鸟这么有的所在伫个大车路边通看会到。伊讲老师你有讲毋对无？这大车路边当看真正有迄个以阮遮来讲，像阮遮附近的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内底足侪只的。有当时甚至伫阮这大路边大车路边有树的所在伊就从伫迄个啥车路边底安尼底安尼动一个安尼慢慢扫因为伊行路迄个形动一个就啥呢？形体真古锥啦所以因咧爱耍鸟的人伊有一个足趣味的迄个华语甲号做呆呆鸟讲甲号做呆呆鸟就是即款的黑冠麻鹭山暗光。好，总讲一句，31、32，这个爱分得清楚夜鹭是暗光鸟，黑冠麻鹭是山暗光，若是猫头鹰，咱就讲猫头鸟。好，来继续来看。